如果你最近諗住買樓，知唔知而家市場上有幾多個人形陷阱呢？一個唔小心，好容易中到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下8個買樓必須要注意嘅點，一定要睇到尾。第一點就係想買樓嘅你，知唔知你買樓嘅動機係乜？自住啊、養老啊，定係投資呢？如果你連動機都未搞清楚呢，我就建議你諗一諗先，至好入手啦。第二點就係要避開財務有問題嘅發展商。咁點樣先可以知道啊？就係睇到啲新聞啊，同埋網上報道，成日都會有啲風聲、有啲料爆出嚟嘅。第三點就係關於貸款問邊間銀行啊？以珠海為例，基本上利率咧間銀行都一樣噶啦。最緊要就係問清楚提前還款有冇限制。如果你揀等額本息嘅咧，記得每年提早少還本金，咁樣咧你就可以慳翻唔少嘅利息啦。第四點，如果你想買二手樓嘅咧，樓齡超過20年嘅咧，你就真係要認真考慮啦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咧，咁你就要有心理準備，一買就可能會蝕錢。而且依類型嘅舊樓裝修起上嚟，分分鐘仲貴過你裝修毛坯房，因為要先拆後裝啊嘛。仲要特別留意嘅就係廁所嘅管道啊、牆身啊、天花板啊有冇漏水添。第五點就係講價，無論新樓定係二手樓，睇下個屋苑最近嘅成交價。如果係二手樓嘅情況的話，好多時都有得傾，可以同個業主商討下有冇得平。如果係新樓的話，就要關注一下發展商有冇打折，又或者有冇啲贈送嘅活動之類啦。第六點就係最好買現樓啦，可以減低風險同埋即買即住。第七點就係揀樓層啦，如果預算夠嘅，盡量揀啲好樓層。雖然可能買翻嚟嘅時候貴少少，但係你賣翻出去嘅時候一樣可以買翻貴啲。好樓層嘅通風同採光真係完全兩個層次㗎，第時出手都容易好多。最後一點就一定要睇清楚屋苑嘅不利因素。以珠海為例啊，因為珠海好多宅基地，咁你就要留意屋苑有冇沉降嘅情況啦，停車場出入口啊、商鋪啊同幼稚園嘅位置等等，全部都要留意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我咁講，呢啲資訊至少幫你慳翻幾萬蚊，絕對冇問題。今期視頻嘅內容就講到呢度，如果你想知道中山、珠海更多樓市嘅資訊，記得關注我哋。